73年，香港人最能體會失去嘅滋味。呢一年經歷一次又一次嘅損失。73股災損失嘅唔止係金錢，仲有好多人嘅雄心壯志。英雄隕落，影壇上嘅神話從此成為追憶。滿載眾人歡樂嘅大型活動亦都畫上句號。要學會珍惜，唔通必須經歷失去嘅階段？73年3月9日，恒生指數收市報1774點。12月31日，恒指收市報433點，下跌咗7成半。恒生176、176、173，匯豐352、354、344，倫敦登記336、336、332。呢個係1973年股票交投時嘅情景，交投十分之活躍，亦都見到股票經紀非常之開心，因為當時幾乎全民皆股。著名股市評論家曹仁超當年喺一間證券公司工作，佢話73年股市興旺嘅程度係歷年之最。嗰陣時個市係瘋狂上升，通常嚟講，今日買入，聽日賣出咧就賺1分錢㗎。咁所以如果你買10萬蚊股票嘅話咧，聽日咧你賺1萬嘅，仲容易過執㗎。香港某大證券行即係低級職員走去食一餐飯，650蚊，即係650蚊，大家可能冇乜印象啊。即係但嗰陣時咧，一個打工仔一個月咧，只係賺300零蚊嘅啫。咁佢哋2個人食咗650蚊咧，即係食咗2個人1個月嘅人工。咁佢哋擺低1000蚊，話唔使找，就嚇到嗰個經理咧就面青，就以為佢打劫翻嚟嘅，就報咗警去拉佢。當時交易所有5間，每間都設有參觀室，各位股民可以透過即時報價同埋電視對股價一目了然。原來金魚缸入面有多部鏡頭對住報價板，之後會喺電視影出嚟。想買賣就透過牆上邊呢排電話進行，只要拎起就可以直接撥通經紀電話。所以參觀室逼滿咗唔少望發達嘅股民。蔡陳寶森73年自己開咗一間證券公司，佢就喺金魚缸見到各式各樣嘅人炒股票。一次我又翻工啦，因為我自己上市場嘅，咁啊喺金魚缸度，咁就2、3個和尚師姑真係一齊嘅，咁就亦都啲金魚缸客就見到佢賣信啦嘛，嘿，和尚師姑6更都唔清靜嘅，學人炒味啊，佢話。施主，我都要食飯㗎，冇得講啦。因為錢就容易玩啦。咁嗰陣時最流行一句乜嘢咧？你叫佢話食乜嘢啊，買乜嘢啊？咁講句咩啊？塞稅啦！嗱，呢個就當時嘅口頭禪啦。我一個價位就任你使啦，塞稅啦咁。有商行職員集體辭職去炒股，話幾千蚊月薪濕碎啦。經紀被封為偶像，因為有貼士俾，魚翅撈飯亦因此而起。我哋嗰陣時有間投資公司咧，就喺萬邦行嘅，咁樓下咧有間酒樓，咁我哋中午咧就喺嗰度咧就食飯嘅，即係因為公司包伙食嘅。咁有一日咧，有個女職員咧就話口淡淡，就問老闆佢攞碗仔翅嚟撈飯得唔得啊？咁老闆咧亦都好慷慨話 OK 啦。咁第2日開始咧，就全公司20幾個職員咧都開始嗌碗魚翅嚟撈飯啦。咁嗰陣時我係喺報紙度做嘅，咁我發覺咧就好有趣，就將啲單新聞咧就喺報紙度報導咗出嚟。咁之後咧就全香港都開始流行魚翅撈飯啦。但你哋大家唔好以為係魚翅撈飯好奢侈。即係嗰陣時嚟講，你嗌一碗叉燒飯咧，就收費咗2個8，而碗仔翅咧只係5蚊一碗啫。
咁所以嚟講咧，係比食叉燒飯貴一啲啲嘅啫。一家就幾乎每個人都有份做股東嘅世界天使，冇資產冇業績都係上市賺千萬咁樣嚟嘅集資，啲垃圾股啊仲大把。劇集所諷刺嘅係炒到好厲害嘅香港天線公司冇資產，業務寫住發展一項香港人已獲有專利權嘅發明品，原來係呢一種可供家庭使用嘅天線。只要股價1蚊，廣告寫明股票風險甚重。不過當年投資者仍然盲目追捧，由1蚊炒到30幾蚊。當日我都炒埋一份嘅，啲人啊諗住掛高啲啦，3蚊啦，咁啊攞咗都係萬幾股翻嚟嘅啫。到賣位簽紙啊，已經去翻4個幾啦。嗰陣時啲錢大喎，咁我已經賺咗錢啦。你隔離個快同我賣翻出去。咁後來咧繼續炒到最高係30幾蚊。咁你係咪叫做香港黐線啊？天線冇資產冇嘢，可以1蚊炒到30幾，咪香港黐線咯。咁結果後尾唔好啦，無疾而終啦，執咗甩啦，冇咗啦。呢幾張係73年嘅股票，當年冧市亦都係因為幾張股票。3月股市升到1007點，同月12日市場發現3張合和實業有限公司嘅假股票，有人擔心自己手持假股票，恐慌性放出，觸動咗一浪接一浪嘅拋售潮。恒指短短1個月跌破咗1000點心理關口，之後無力再上，結果由高峰1007點跌到年尾嘅433點。我哋當年有個公司職員咧，佢走咗第2間經紀行嗰度咧就借錢，咁我揾咗佢個爹哋嚟嘅時候咧，先發現原來佢欠咗人哋50萬。咁嗰時50萬幾多咧？你諗下，10萬蚊一層樓啦，即係欠咗人5層樓。佢爹哋咧就好嬲，咁就攞咗100戒尺，就追嗰個仔打。咁第2日咧，佢個仔又冇翻工。捉晒佢啊嘛！喂，收埋，喂，攞翻俾我嚇！最緊要係。係啊，佢哋嗰班嘢啊，以前又話日日食碗西翅都食唔到半個價位啦，而家盲目投資，人炒我炒，冇完善嘅監管制度，73年走上股災之路。不過吸取呢一場股災嘅教訓，投資者成熟咗唔少，而監管制度亦有所改善。今日香港嘅股票市場先可以重新站起來。60年代俯瞰港島，樓宇唔算太高。70年代從高空俯瞰港島，中環零零舍舍有一座樓宇鶴立雞群，比其他嘅高好多。呢座就係康樂大廈。70年代，康樂大廈呢個名字十分響當當，因為康樂大廈唔止係香港，更加係全亞洲最高嘅建築物。呢度係1970年康樂大廈嘅所在地，地皮係中環新填海出嚟嘅，有53000平方尺咁大，更加有地王之王之稱。地皮展開競投啦，1億元。最後由香港置地投資有限公司以2億5千萬元投得，超出底價5300萬4倍，平均每平方尺4800蚊，喺嗰個時候簡直係天價。整座大廈嘅外形原來係一座塔，當時只係預計興建50層，大廈作辦公室之用。康樂大廈興建速度非常快，呢幅就係72年集團顯示實力嘅廣告，話以8日嘅速度起1層。結果73年呢一座52層高嘅大廈正式落成。康樂大廈最具特色嘅地方就係圓形大窗，不過睇下70年代嘅內貌，新式大窗配傳統寫字台，形成有趣對比。今日樓高88層嘅國金成為全港最高大樓，康樂大廈更加跌出全港最高建築50名之外。不過大家仍然會記得呢一座曾經喺香港叱咤一時嘅首棟摩天大樓。
而家存錢喺銀行嘅利息咧，真係少得可憐。活期存款只係得0.01厘，而定期大約係0.15，即係1萬蚊有15蚊。咁喺73年存錢喺銀行又有幾多利息？睇翻呢個銀行存摺記錄，27000幾蚊一年活期，有800幾蚊利息，即係4厘到啦。咁做定期又有幾多息呢？一年有5厘625，即係1萬蚊有560幾蚊。大家睇下，當年嘅定期仲可以去到5年，利息有9厘。今時今日做定期最多都係得年半，仲要冇乜利息添。70年代銀行宣傳儲蓄致富，好似呢個廣告口號咁，越餵越肥，我啲錢越嚟越多。有咁多利息，當年儲蓄真係可以發達㗎喎。